咁多位 YouTube 同埋 Instagram 嘅網友，今日就係6月30日，嚟緊聽日就係7·1嘅回歸祖國嘅特區政府成立紀念日啦。我想分享嘅係香港近30年大事。先講咗近30年內嘅社會大事先。97年就發生咗香港回歸中國，03年就發生咗沙士疫情肆虐，08年就舉辦咗北京奧運，20年就因為新冠疫情襲港同埋實施國家安全法，23年就實施易通行，25年就首次喺香港舉辦全運會。最後講埋近30年內嘅 Brian Chan 大事。97年我本人啦就係 Brian Chan 嘅誕生。05年就首次韓國旅行。08年就首次泰國旅行。11年3·11地震之前首次日本旅行。14年首次台灣旅行。最後係24年首次越南旅行。我嘅分享係咁多，請網友訂閱 Brian Chan Channel 同埋讚好呢條影片，再多支持 Brian Chan YouTube 視頻同埋 Instagram 啦，多謝大家。